马太福音21章，耶稣甲门徒特别到耶路撒冷，来到橄榄山附近的伯法其。迄时，伊找2个门徒，甲因讲：恁去对面的庄舍，到遐随时会看到一只驴伏地，阁有一只驴仔囝，甲伊伫遐。恁甲因偷开，牵来我遮。若有人对恁讲甚物，恁就讲主要用因，迄个人会随时准恁牵来。这个代志发生，是要应验上帝通过先知所讲的话。就甲锡安的妇人人讲：看，恁的王要来恁遮，伊谦顺骑驴仔囝，载下的驴的囝。门徒就去，照耶稣的指示去做。因牵驴甲驴仔囝来，将外衫挂伫因顶面，耶稣就爬去骑。大部分的群众将因家己的外衫铺伫路呢，嘛有人插树尾铺伫路呢，甲伊欢迎。正行后地的群众喊讲：和散那归大伯的囝，奉主的名来迄位应该得到称赞。和散那归至高的上帝。耶稣一日进入耶路撒冷，全城拢喊起来，讲：这个是啥人？众人讲：这个是对加利利的拿撒勒来的先知耶稣。耶稣入去圣殿，将殿内所有的买卖的人拢赶出去，佮车倒换钱的人会倒，甲卖粉鸟的人会意。伊对因讲：圣经有记载，我的厝要叫做基督的殿，恁煞甲伊变做土匪仔窟。有盲人甲骹歹的人来圣殿找耶稣，伊就甲因医好。祭司长甲经学教师看到耶稣所行的奇事，佮听见细汉囡仔伫圣殿大声喊：和散那归大伯的囝，就真生气，甲耶稣讲：你有听到因在喊什么无？耶稣应讲：有，恁敢无读到圣经的话？你互囡仔甲婴仔的喙，大声唱出俄乐。后来耶稣离开因，出城去伯大尼，伫遐过暝。过早起，要倒去耶路撒冷的时，耶稣腹肚枵，伊看到路边有一丛无花果树，就行挖去。毋过树顶拢无看到半项，只有叶仔若定。伊对迄丛树讲：你永远袂阁结果子。迄丛无花果树随时打去，门徒看到，真着惊，讲：这丛无花果树哪会忽然间打去？耶稣应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恁若有信心，无犹豫，毋若会当做我对这丛无花果树所做的，甚至命令这座怎讲，起来，去填海，嘛一定会实现。祈祷的时，恁所求的一切，有信就会得到。耶稣入去圣殿得教示人的时，祭司长甲民间的长老来伊遐，对伊讲：你有啥物权柄做这个代志？什么人互你这个权柄？耶稣应讲：我嘛要问恁一句话，恁若甲我应，我则甲恁讲我靠什么权柄做这个代志。约翰甲人洗礼的权柄对倒位来？是对天，还是对人？因互相议论讲：咱若讲对天，伊会甲咱讲，安尼你是安怎无信约翰？咱若讲对人，恐惊群众反感，因为因拢想讲约翰是先知。因就应耶稣。我毋知。耶稣甲因讲：安尼，我嘛毋甲恁讲，我靠什么权柄做这个代志。耶稣讲：恁想安怎？有一个人有2个囝，伊去甲大囝讲：囝，
你今仔日去葡萄园做工，大囝应讲，我毋去，后来改变心意有去。老爸嘛甲第二囝讲相款的话，第二囝应讲，阿爸，我来去，后来无去。即两个囝，倒一个有照老爸的意思去做？因讲，大囝，耶稣甲因讲，我实在甲恁讲，某些甲娼妓会比恁先进入上帝国，因为施洗者约翰来恁遮，只是恁行正路，恁无信伊。毋过某些甲娼妓有信，甚至恁看到了后，嘛无悔改来信伊。耶稣甲因讲，恁搁听一个譬如，有一个园主开垦一区葡萄园，四面围篱笆，内面挖一个酒窟，起一个守望台，将即区园租互佃农，后来出外去远远的所在，收成果子的时到，园主找萝卜去佃农遐，要对因收果子，佃农甲遮的萝卜掠起来，一个甲伊拍，一个甲伊抬死，一个用石头甲伊钉死。园主搁找另外一寡萝卜去，比头一遍较侪人。佃农嘛照安尼对待因。最后，园主找家己的囝去因遐，想讲因为尊重我的囝。毋过佃农一个看到伊的囝就参详讲，即个是伊的继承人。来，咱甲伊抬死，通得伊的财产。因就甲伊掠起来，ฮ็出去葡萄园的外面，甲伊抬死。安尼，葡萄园的主人倒来的时，会安怎处理遐的佃农？因甲耶稣讲，伊一定会将遐个歹人彻底消灭，将葡萄园租互别个为照季节立果子做的佃农。耶稣甲因讲，恁兼毋捌读到圣经有记载，起厝师傅所去杀的鸟，已经成做上重要的奇迹。这是主的作为，对咱来看实在真奇妙。所以我甲恁讲，上帝会将上帝国对恁抢起来，交互为结果子的百姓。迄个摔落去即块石头顶的人，袂摔甲喙骨分尸；互迄块石头缀着的人，袂缀甲喙糊糊。这祭司长甲法利赛派的人，听到耶稣的披露，知影伊是咧讲因，因就找空芳要甲伊掠，毋过惊群众，因为因看伊是先知。